因巴的三界因得没得不瓦，这个难道是那绝不来？南界三巴当落叶切扎。đề bài chuyện cô lô cô tu đấy này là mà ý识了解空的去做那个对对假设我们恰当了学过这些的学员，今天来到了一些老师的道场，首先向诸位在家的师兄师姐们问声早安。你我最哪个长期被没了，切去有了，没被切去就告诉的那些些东国啊，是吧？第一项呀。那谢谢东哥是。哦，没错。老师。我们在内道佛法有一个特色，就是能够彼此沟通，彼此了知。那俺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爸的，俺个生活当中呢，我爸的，我不没念的肉都不能告诉他，俺怕给他写个人，这样给他念写个人。我们没切去需要的。就我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讲，我看待自己当然是一个藏人，在藏人的社会，我讲话，跟人家讲人家也能够懂，然后别人跟我讲我也能够懂，所以在这边呢，自然能够发挥就是沟通的功能。你习惯的不给结果的，不给嘛都现在个给现在你早晚的系统嘛。然后我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就只有藏语而已，除了藏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我是一点都不懂的。第就是了的俺包个就说呢，如果告诉俺没需要的，我那边在你参考的没大需要的。所以呢，来到了一个就是藏族的中心的时候，当然呢，讲话就是就能够完全产生到沟通的效果。因为俺没得现在当给现在个没念的，如果那个是长城俺个太冲山，俺没现在没那是俺太冲山。可是当我来到了不同人种或者是不同民族的地方社会的时候，我开始会怀疑我到底是不是能够符合人这个条件，因为好像沟通困难。因为他这边个告诉的呢，给就是空不搞定的电呢，他可是个怕给他写习惯嘛，这个给其他人说了，我图标给你把这个压力。不过今天在这边因为有一个翻译，所以我可以讲话，不仅我可以讲话，而且诸位也有机会可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第九天的店呢，俺们让我说是一个你把的做的跟那个什么给掉个那个有个厂长，给掉了当我可能的呢怕不去接受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能够像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具有沟通能力，要仰赖翻译的帮忙，所以首先谢谢翻译。
근데 다 얘네야 깨져는 게 근데 다른 다 얘장 근데 콩샤 통만 자래라. 근데 콩로시 얘네야 파체는 잠을 산디 때문이다. 뭔가 너희 신상부 때문에 뭔가로시 여바디 하고와听到不一致。不过，我跟翻译今天也是头一次见面，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世界上存在着我这么一个人，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第九星的电呢，你辈子给他拍摄大处嘛，就用水个的，也那样空个的呢，大处嘛，就的从那拿来做干那用的，也讲空的大嘛，就拍的嘞，杨家修个头呢，修的30岁的。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沟通的障碍。如果他产生这种卡住的情况，他会问我，那我也会跟他做解答。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的话给澄清。那些前两次的呢，给家联系呀，在大处嘛，都着我当多半的其他啥说呢？一般嘛，最主要是那个读书国家的呢，下个开始当的呢，第那告诉了的呢，人多圈的嘛，这呢，中了嘛。同样的，我们在讲课跟大家听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也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问题，我们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沟通的困难，所以大家会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会有一些疑问。也许我们可以将来安排看如何进行问答，所以请大家不要因为有点不懂或者是有点困扰，就觉得好像灰心了。강의 있었는데 나랑 그 뭐지 좋아 지내시는 데 충충들이 다 봐다는 뭐지 조바 이거 성장 근데 좋아 지내셔야 말 까매시라네 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从小孩子到现在，就不断的在进行着问答的训练，所以对我来讲，回答问题不是什么困难的事。네, 나랑 그 레하고 쇼샤쇼고요. 강의실에 시라고요. 무시라고요. 근데 그대 인사를 삼성나, 그대 인사를 삼라고요. 이 중심에 뛰는 알까레 강의야 말. 所以呢，我会尽量的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说明，我懂的就说懂，不懂的就说不懂。然后呢，如果大概是如此，就会跟大家说大概是如此，我会讲的比较精准一点。네, 아주 네, 다들 내가 없어서 나 랭게라. 네, 다 말한 그 기대시야 돼. 체랑소라 다. 또 토하시세야 돼. 다들 그 랭게. 从我的工作职责上面来说的话，我的工作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我要传达的内容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理解。네, 예시에서 돈다데 차랑수 시야데 추랑수 그 레와당 모남데. 对于我所讲的内容，大家能不能够领会？这个是诸位所需要去期待或者说去发愿的。근데 이거 성장 돈다데 다마 초파들은가 주들이 기대시네 제거야 데 랭게당 랭공리가야.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需要想办法让这些难以澄清的这些就是难以澄清的概念能够让它获得澄清，这是我们的责任。근데 딴 데는 팩대가 근데 다 지나가 포모 예종 간듯이 예비네야 참아 去了点都也把它去做的那么人这边有个家将的其他组成嘛。今天来到这边的诸位都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对于佛法有一定的信心，有学习的兴致，跟道场还有上师们都有一定的联系的人，大家应该都是如此的。근데 중심의 때문에 되네 지나밖에 되네 다 소소가 강의 여봐 주제 판결 거 로송 땅네
喇嘛、贡巴、扎瓦，他多那等你三节节变吧啦，等你说出的这个国的变马西巴给享受也不想多呀。正因为如此，所以诸位在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尽可能的从各种方面，包括经济条件上面，为这些僧众、上师、寺庙以及整体的佛法做出贡献。可能经济等你去那边，等你说出个对话有时个他们人呢，从往学啊，当各个对学啊，当送餐对学啊的时候呀，肯定每个忙不忙这样。同样的，诸位出自于信心，也参加了很多的法会、传法、灌顶，还有一些就是攘灾祈福的法事等等。等你俺的等你台湾人用我听一把的，现在是就没的。这个台湾人做的原来在你可以没得水了的，等你往学他就那打仗干菜的时候，就你真的没都是完了我的，说话打他就那被全部亏啊要的是，等你慢慢我台湾这个等你去那是电脑有给去做个做么的时候了，全部亏啊要的是你过年。那我在跟台湾的缘分，这是第2次来台了，所以对于台湾的状况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对于这边的学法的环境也稍微略有所闻。听说在这边就是很多人可以接受许多的教法，好像这个教法多到可以装着一大口袋一样。就是有很多这些对佛法有兴致的人，就是有很多相关的学习的机会，这是我所听到的。他去了也。这次路。后面听得到吗？你听听。听到，听到了。等你打的时候，背下过来，从往学啊，但是谁也都是背下过来。当然，参加这些灌顶法会当然是好事。因为呀，等你打。这个过的时候的呢，那让拍头有学生来话当，一起三把咱在马多把个动物个等呢，我从头等呢拍头等中从上些，永远被隔来看过的。不过，想要单纯的从这样子表面的参与上面，就自信说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子的好处，或者有所得到启发，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要真正的仅仅从法会的表面就得到实质的教法的利益，那是有一定困难的。现在就这了，对呢，对呢，到俺去
那时候了，拉嘛被亚伯都是泡呀的，但呢亚伯泡的，但呢他说亚伯泡那些，其他去电电呀学会要的了，电电学吧那些，过去拉嘛亚伯都是跟人呢，但呢去，他说被亚伯学过呀的，感情不休息的多多。所以呢，既然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上师都曾经造访，有那么多优秀的上师受到诸位的引请，一一的造访了台湾。我个人认为，在这些来访的上师跟前，好好的去学法、听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강의실은 다 노소 뭐 말부동 봐. 다 참아도 뭐 말부 말해야 되네. 망치 뭐 말부 이든가 지금 고만간 거 말라라. 그래서 추다네 되네 가지 나주대 다네 요일은 뭐 차요 말. 大家都可以算是这个黄皮肤吧，就是藏文叫做赤者面，就是红脸的人。虽然我们就是大概总体来讲，我们大家都可以算是黄皮肤的，这样子的红脸的人。所以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佛法虽然有弘扬的，还不算时间太长的。아주 타민 그 농바 나는 삼노 따와에는 근데 제를 사제제 때바 다부 추다 바바라도 보유 나데도 다네 배 요일을 뭐래 佛教在台湾弘传的历史，特别进一步来说，藏传佛教在台湾弘传的历史也有好一段时日了。 네, 나 그때시네 공부 해보시는 대대를 내가 없어라. 인지 그네 좋아 땅을 해도 없이는 딱 남자치 그리 대해서 마대 대해서 남자치 그리. 나서 태빈자고 땅 되네 해말라에 그리 고바도서 좋아 절 해도 없이는 동항 싸워니这个嘛。我在寺庙担任堪布的职责的时候，我很怕那些西洋人问问题。 他常常会有一种坐立难安的感觉。可是如果来问问题的是台湾人，或者是喜马拉雅山脉的那些藏民的话，我根本不当一回事。아니 세나트네 인지도서 좋아 까먹고 땅인 거 내가 없어라. 짜네 되네 남자지 주부 문화자 뭐니 랑바 동치 그래.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这些西方人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问得非常犀利。 所以会让人家问到非常的害怕，然后全身冒汗，头发就是毛发直竖。네, 가서 다台湾뭐이나 다 해말레 주주 뭐이나 그래서 그 담보 좋아가래 가고 저거 말이다. 가시 지용의 리지 파 잡혀나야 잡순 쳐 투지치 시 상로 뭐 당는 로로. 可是如果是台湾人来问问题，或者是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人民来问问题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不会问，都不会问什么大了不得的问题。然后呢，你给他们随便抛一个答案之后呢，他们就说哦感恩谢谢，然后不想什么都不想就回去了。당신은 뒤그 때문에 가서 잡순치 세야도 소진이 대바대 야고리도 왕도 소시야데 빼미 같이 보리데 얘네야 등산시는 이치 당 왕도 쇼대 야야과 대대 说说的我那有个吧，那点地的那网上的拍到有的，那么就公开用样了，第一个平时来透过门。当然，我们常常在嘴巴上念叨着啊，皈依三宝啊，感恩啊，谢谢啊，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去参加灌顶啊，这些法会，这些事情当然都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如果仅仅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话，我们很难。 透过这些方法，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暇满的人生能够直接的产生，直接的利益，或者说运用到我们的智慧。你叔叔那呢？他南州看到有吧？南州恐怕的东西个他拉的呢了，你这当咱们两个拖了，弟弟跟的呢。 别想写啊，给你推把谁啊写当？你叔叔个把大姐当呢，那个意思的嘛的是那个把个大姐写的三把写的，你的咱们的攀木起来有多。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知识能力能够提升，能够帮助自己在
智力方面有所增长的话，我们需要运用一些具体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增进人们智能的方法，基本上都不外是在老师那边学习，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文，要去听闻。再来呢，就是用自己的思辨逻辑去好好的加以思考。所以文思这件事情，在整个世界上来讲，都可以说是通用的一个令智慧增益的方法。你야간에 송을 그 리과스네 다 추록될 디그 토들이 다동 곰바스네 곰자네 남주 공부할 다야시게 태와시게 내네 너나 야간에 달죠 그 추록 다 리과싱록스 가리세구나 데니나 투바다 사바 곰바데 투상 곰숨 그 구네 내네 소수 그 남주 공부할 세야 그 탈란도 而从印度传来了另外一个传统，就是除了前面所讲的运用文思逻辑的方面，让自己的智慧得以提升，还运用了禅修的方式来提升智能。所以呢，印度的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通过文思修这3个方面，让我们的智识得以升级。네, 다 비중세 스그러 네 야가를 다 데버 소화 마디 것도 솔라양 공자네. 네, 남기 공부를 땅에 무시지야 라서 거시야도다. 다가나기 나와 산지베 주로 야가니 송용화 되니 나양 되니 공자네. 루파 공부도 루파 공부도 카톡으로 탐지 제가서 산지지 공부. 도야 다 마토고 봐 되니다. 남기 공부 땅야 요 디 타라도. 而就像是印度这一个运用禅修作为增益自己智慧的一种传统，在这个氛围之下，修行者他们最终也有可能产生一些神通等等的能力。同样的，内道佛法来自印度的社会，它也承袭了这样子以禅修来提升智能的传统，乃至于在证得最终的佛果之前，都能够不断的令智慧得以提升，最终成就一切智的佛果。이 중심의 때는 나초양한테 다다다 남바 산지비 야간에 송교 남바 산지비 추고도 쉬고도 남바 산지비 남바 가자라 어디게 되니 되니 라마 된다니 시고 투바 라미 되가 송송教生去인지리上每种的这个方面一个说是话个大解释呀你大家他们的马车把个说是话个大解他推把谁把他们呀马下把第一个等到粮食类呢公家呢特什公送吧你我让了有把些事故把的背面搞清楚那么我们都已经入了佛门了，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源自印度的禅修的传统当中，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也应该要秉持承袭前面这样子的文思修的传统，在那些上师的跟前听闻教法，听闻教法之后，不要像刚刚所说的，只是说感恩戴德，然后就大概如此吧，然后就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想一下听到的内容到底是合不合理，我们用自己的逻辑去加以分析，而且你不能够只停留在逻辑思辨的层次上，进一步的你应该要将你已经思维过的那一层法义付诸实践，这样子的实践我们称它叫做禅修，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文思修这3方面来把握佛法。네, 투성 공부 세 고야 가르침 보리도 세야 그 중심의 강의세나 투성 공부라 효샤나 네, 제와 지마라 다 야고 차 이제 세버가 레와다 본람다네 양나 나랑 그 되네 저밤조시도 손당 샤드 나랑 그 저라 개와시 컵도 유지리 사버가 레와다 이치삼 시도 마그바为什么我要强调文思修的重要性呢？是不是说透过文思修我能够获得更好的来世，我能够寄托希望于来生，能够有这样子的期待跟愿望呢？或者说透过文思修我能够从中捞得好处，获得钱财，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呢？我们应该不要把层次停在这个上面。
근데 누딘 비그 토 되니 나 제완 되니 나양 되니 대오당 지보 여바다 제완 디그 되니 사례 나당당 다 사례 나당의 대화에는 제와 스말래 문에 되니 대화 도사디 삼상시 되니 투상 bomba세 야바데 그 통추스 누딘 비되는 동야 여바게 데디스지 세야 돼 제완 달래야 돼 스말래 지보 용야 세야 돼 온송도 조조도 在文思修的情况之下，当然在今生来说，我们可以让这一生的生命就得到了幸福跟快乐，来世也有可能获得更好。不过呢，如果我们仅仅只是考虑到这样子的轮回的生活而去文思修的话，未免眼光就太短浅了。如果你去从事真实的文思修，当然这些好处，这些事情是直接确实会发生的。네, 그 토산 bomba세야 되네 머레다. 네, 그 조다. 내가 나신 그 조밥을 유매다. 톱 고사 최종 그 제발 싸워내는 의미도. 当我们在做文思修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阶级性的，它不分种族，不分民族，它不分你的经济条件的有无，也不管你的地位高低的，都是所有的身份的人都可以做的。 대내 소수세 맞아요. 투상 bomba. 소수세 맞아요. 수세나 대내 투상 bomba 연대인데 누딘디 되는 온솜도 비인거든. 然后呢，重点是自己要去从事文思修，他没有特定的对象才能够从事文思修的。谁从事了文思修，他在今生当中就可以亲身的体验其中的好处。 수요일에 투상 공부 야보게 맞아게 얘네야 되래 시용다 남주 강 매바 꼭 왔어야 돼. 근데 차로 대대이 버송선 투상 공부 그 남주 요미 있어야 돼. 소수 매중세 맞아야 돼. 所以呢，而一个缺乏文思修的功德的人，他就像是一个文盲一样，没有学问的人一样，不管他有什么样其他的条件，都会显得非常的匮乏的。所以重点不是你的出身或者你的背景是如何，是你在文思修方面愿不愿意下功夫去精进。 근데 정신은 때네 다른 그 두순 뒤 땡땡이 나야 되네 다 이시랍지 공인이 지고랑 여 말에 때네 다 파서 권용점이 니가 되네 협제 차고 근지고 시민데 얘네야 되네 니 파서 권용유도 되네 저랑 그这些야호 노수도 공고가 나와 나게 내장 되네 라소 쉬네 다니 세비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今天在这边来跟大家讲课的因缘，是因为一些老师的要求在他要求之下，我来跟大家结这个缘。在此之前，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熟，只是彼此知道有对方，然后晓得说他做过哪些事情，仅此而已。那在他的要求之下，我来到这边跟大家这样讲话。 네, 드랭이 티나발라 쇼섬이야 돼. 네, 방본이 너희시 쇼 요구 요새는 건사 도도데 마 휴샤바예나 지랑소 되네 로다 종 대와다 같이 효소 다 같이 되니 해야 요디 이래 사부시 샤그리 뒤중진에 되네 방본이 드랭 드시 그 요새는 돈다 도도도 좀 보이시오. 首先，既然把大家就是邀请到这边来了，应该要先跟大家就今天的主题做一个简略的说明，让你们比较先有一个大致的架构跟概念，之后晓得说哦现在在讲什么了，还有什么样的内容，所以一开始先做个简介。今天有5个主题跟大家做简介。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断法。那么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我，还有断法
这中间有什么关联呢？等到你把给你拉的呢，就送啊，就的肯定是你送有没得修理。再来呢，就是第二个是断法它的内容它牵涉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情况？等到送把的那的呢，就是不那是大马修要的话，第果冻的干的里面，第我不修理。第三个呢是讲到断法的时候，有所谓修断法的口诀。那我们如何来了解断法的口诀呢？等到一把的那的呢，就果冻这么一把，就的娘们觉得是个有吧，有没第一个搞的就个娘们的修理。再来，只是晓得了解断法的修法还不足够的，你应该要晓得怎么样去实践它，怎么样去实修它。所以我们第四个主题谈实修。等到我把的那的呢，就那推上光把是不是呢？配女家里有把个搞的修理，对，就配女。第五个是说，如果我们对断法这样子的法门进行闻思修，则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利益，有如何的力量？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它的功德利益和它的力量。第一段眼的呢，等到我还没学而已。可能这个就是第一个等到第阶段各些事拖到没拖的，就出了啥来吧？所以我们先开宗明义讲了有这5个主题，至于每一个主题我们能够讲到多深，能够讲到多广，就要看时间的具体限制了。反正呢，我做了，当然去出你嘛都要嘛的，这样给教育把一个上上，等到多的去出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安排的课程时间是2个小时，有一半的时间必须要翻译，所以实际上我能讲的话，时间只有1个小时。原来呀，当然我就爱写的呀，学生那么大才30岁写，前两次年本那个不是了呀，30岁年本人呢，去出经地讲，决定得到忙不计划忙不了，偏头用土的。不过我以非常高的热忱来讲这个课，很小心谨慎的讲，大家也比较专注谨慎的听的话，那肯定能够产生一些对于今生来世都有好处的结果。你听了你当不当就你个八大人，这话刚才有你的需要引导。首先，先跟大家开始讲一下我和断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介绍个朋友的婆个那么康巴里嘛。我的出生地是在藏地，在藏地当中它是属于康区。我这弄个地有弄没叫父母当，大概那一个那么找话都他妈就了被高呀。在我的家乡，不分男女老幼，大家对断法都非常有兴趣。第九次呢，第呢，我悄悄讲呢，就往北马不学呀。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得过非常多次断法的灌顶。